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咧母，歹势拍一个今日的题目可能互我消化不良安尼。今日是凊彩讲嘛，所以咱就邀请一位国外经验真丰富的这个里民来跟咱做伙来比赛。这位里民跟我算做是熟悉差不多20档啊，不过讲熟悉其实是真正是知影名尔，伊甲阮小妹细汉时阵有共班过，咱伫即个高雄是住足近的，所以阮阿母甲因阿母拢还佫有咧联络。你嘛知影，就是你若是伫菜市仔内底有一个搭吼，迄个头家就变做即个里民消息的放上头，所以后来伊要来即个万城来做即个拍线工度假，是阮阿母甲我讲，我才会去小人啦，嘿。我会记得头一摆伫咧万城见面的时阵吼，伊才拄好到，迄天拄好有即个啉酒的摊，伊嘛有来，我就招呼伊去bar迄边点酒。我问伊讲，你敢知影你要啉啥货无？伊就甲我讲，我拢啉 IP， 我就讲，这人就有 sense。对，后来呢，咱伫即个万城就足接做伙佚佗诶，就比如讲做伙去鹿营出国佚佗啦，做伙看电影啦，安尼一路安尼行嘛是，拢会拄着一寡各地诶即个青仔粽啊，所以咱就会伫即个啉酒诶时阵呢，佮摕出来笑，来当做即个配酒诶蜜配。所以咱今日就要邀请即位里民来甲阮分享即个人生路年诶一寡青仔粽吼。头先呢，咱先莫来小解这个青仔粽，咱先来请即位里民来自我小解一下。大家好，我是菜头粿。好，安尼我甲里长吼算讲足久以前，我就是有听过伊诶名，毋过我无看过本人。就亲像咱母头拄仔讲，拢是咱诶阿母诶互相交流，所以阿母拢知我诶代志，阮阿母嘛知伊诶代志。毋过我是真正来到英国了后，才知影讲咱母本人是生甲啥物款。我来到万城第一天咱母就来问我讲，我是毋是高雄啥物高中毕业诶？我想讲，敢有人知影我是高雄啥物 BB 高中？我家己帮你消音，BB 高中毕业诶。我就感觉足恐怖诶，因为我第一天就去看厝，迄个看厝迄个台湾人伊就甲我加一个赖诶群组。我想讲，敢有人第一天就来问我讲，你是啥物高中毕业诶？我想讲，伊是 MI6 吗？真正足恐怖诶。刷来我就看到伊诶相片，我知影讲伊就是我高中同学即个啦。刷落来，但是对，阮就是伫咧万城嘛是去爬山、去啉酒拄着足侪奇奇怪怪，真正足侪万城足强诶人足侪，所以阮后来拢会甲来万城这友谊讲这团体诶故事。我是算住过澳洲甲英国两个国家，我甲雷姆共款是高雄人，毋过我即马伫咧台北做工课。我伫咧英国做迄线工度假时阵，选的地点是万城，毋是伦敦，因为我自细汉听的音乐就是万城乐团。我是感觉讲伦敦就是天龙人会去的所在，我嘛是真正无啦，这是我家己心内想的，我无甲别人讲，所以我就想讲好我一世人一定爱来万城一届。阮甲阮妈讲，我要去英国做迄线工度假的时阵，阮妈讲为虾米爱去英国？我就讲真随便，我就讲我要去找未来头路，我要想要
想讲我未来要一摆做啥物，要甲国际交流，其实拢无，我只是要来看表演尔。过来啉酒，对，甲啉酒，佮熟识朋友。嘿嘿这莫甲阮妈妈讲，因为伊到即嘛敢毋知影。我是感觉万社是一个甲我故乡真共款的所在啦，所以讲我讲第足一个，所以讲我来遮住落当啊，我一直有感觉一个之前咧转去厝内底感觉，我是感觉万社生活真正足好诶，足舒适诶，人嘛真 nice 安尼啦。我定定感觉讲你伫国外偌久啊吼，你其实就有着看本来诶生活轻啊愈袂着诶人，大部分诶人其实拢诚趣味，拢诚有意思，毋过有当时你就会有着一寡较地雷啊，较累，就你若落着你会袂爽规工，毋过了后你会阁会当家变成即个食饭饱了后开讲诶话题。有诶，你阁会当来继续做朋友，但靠谁？大概做伙，嘿，大概做伙食饭诶时阵，就甲迄个故事摕来甲伊毋过收集到一个程度了后，就会当开Podcast来分享给社会大众。恁讲这个时阵，我头壳内底一直想着一个人。今仔日咱的人名拢会比吼，拢会比。我会甲比了，我会甲比掉，我会比掉。咱就甲号一个水果子的名好啊。果子。我感觉咱会当小可分类者，我感觉通常会当拄着迄妖我想起会当分做几项啊。一个就是会占人好处的，就是你先家己开别人，佮足够计较的。第二款就是有迄人讲被害妄想症，要讲足有防备，足有敢若是规身躯拢插的迄款的。第三款呢，就是drama queen， 吼。其实 drama queen 介好看，毋过吼有当时伤久啊，伫遐 drama 伤久，你嘛会感觉足烦呢。你这吼，你有好啊？袂你风水人生要杀青啊？袂啊？你煞袂安尼？要煞袂？200几集吧？袂煞呢？你当作你演亲情歹计较啊？对啊，上落尾一点应该是即个菜头粿上有感想的，就是找即个做伙大的人啊，找毋着人。对啊，对，这我嘛有。哎呀，咱就先为即个占人好处的即个开始。拄仔咱母讲的这3点吼，我拢是共一个人。我嘛有共一个人。你嘛有共一个人好。这个朋友伊真正就起巧的伊就是伫咧万社熟识我甲伊熟识无偌久，我就小少去随佚佗。其实我有一个较凊彩的习惯，就是别人开喙讲无后摆咱去过佚佗，我拢会凊彩答应。真的，我到即马嘛是安尼。好，我就是凊彩答应我就想讲。甲对方无啥熟识进行去答应，应该是袂成功吧？虽然毋知大家拢成功，我嘛是惊着。我就是答应这位朋友了后阮就说会去随时爬山咧。主要正经，阮是感觉国土随时的消费较贵，所以阮拢无安排食餐厅。阮就尽量用行的，无去坐客停车，拢是坐火车，是坐公车较。阮头一工去住迄 AMB 的时阵迄头家是一位人足好的阿姨，迄阿姨真正人足好的。伊直摕迄食物互阮食，伊直煮菜互阮食。伊迄个朋友一空，伊拄仔开始的时阵，佮甲我讲伊袂晓。下晡的时阵，甲我讲伊袂晓。应该袂食足济。到暗顿的时阵迄朋友一直食。阿姨煮2个火锅，伊家己火锅食好了。食到冰箱内底的菜拢食了佮问阿姨讲佮有加无？伊想要食。我就想讲奇怪，你头仔下晡毋是甲我讲你袂晓吗？你较会食遐济，拢食袂饱呢。个人刚好伊佫摕真济阿姨迄菜，因为迄阿姨厝足大，所以
有一个菜园，伊家己咧种菜，安尼有种水果，就摕足侪水果甲点心甲离开呢。我想讲，你以为这是免费的菜园吗？这若有哇，我真正会足生气。对，这是第一点。我会补充一下，伊是毋是伊当中是毋是讲税数足贵的，所以佮为英国炸鸡仔去？胖，去炸鸡仔甲胖。遐伊有一个足大的故事啊，你会记无？就是 Glastonbury 事件。我知影。嘿，伊这个人足注重即个理想诶，所以伊拢要食即个 organic 有机诶物件。毋你知影英国食有机诶物件足贵诶。对。食遮诶了呢，伊就无钱啊，无现金啊。伊伫咧哀就讲伊足瘦诶。有一个朋友呢，就甲斗相共讲，无你来阮兜甲我摒扫。我互你1点钟偌济钱。伊除了即个之外呢，伊佫甲伊诶房间洗一半出去，所以有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困伫伊咧房间内底，付伊一半诶房间钱就对啊。了后呢，伊就真正逐礼拜落去另外一个朋友遐，甲伊摒扫。嘿，毋过伊去摒扫时阵呢，伊拢是下早去，就讲一去就讲，我巴肚足枵诶，叫迄个朋友煮物件互伊食。食会了，伊才摒扫。有当时是摒扫了，讲我足枵诶，去共讨一顿。后来呢，因为去洗伊诶房间诶迄个另外即个即个朋友呢，伊代号是哈，即个朋友呢，看即个去讲会当叫伊来摒扫要互伊钱诶，即个L 即个朋友呢，因两个拄好是好朋友，所以这个呢，伊就讲奇怪呢，伊讲伊足瘦诶，是安那？我看伊一工转来，伫遐买迄个 Glastonbury Festival 的票，应该知影英国音乐节，英国音乐节是门票是足贵的，是几百磅的哦。伊看奇怪，伊哪会无钱当去买迄门票？结果呢，即个 L 呢，怎足生气的，敲电话互我讲，伊到底是有偌瘦哈？是安那？伊就爱安尼，就爱共摒扫，就爱甲伊的厝洗出去。我讲伊哪有瘦啊？你敢知影因兜是过去外省人呢？对啊。结果呢，这个好笑过来，这个 L 呢，伊个安那，阮敲2点钟的电话哦，伊就伫咧电话内底哦，伫遐甲因兜的人肉搜，甲因阿爸阿舅阿伯所有祖宗。伊个名册顶管找伊的资料对毋对？我会记诶。伊是去找路的做生气诶。对，嘿，伊去找因兜所有诶因阿爸兄弟姊妹登记诶开诶公司诶住址，含伊诶公司诶规模，全部拢找出来。我讲对毋对？因兜哪有瘦？有一摆，伊兜摒扫，伊就买一条足贵诶胖，是毋是有这代志？伊就买一条足贵诶胖，就甲人食了啊，食了要讲伊足忝诶，伊想要转去啊，迄工就无摒扫。伊就甲人食一个足贵诶胖，开始转去。我真正毋知先。等下 L 是我知影迄个吗？L 对啊，拢是对啊，就是迄个。你还会记个消音？你还会记个消音？无咱这录了以后，就可能无朋友啊。毋知这个 L 敢有咧听咧？伊应该是无咧听，伊伫应该是听无吧？伊听袂着吧？伊伫PRC 呢？对故事内底即两个人 L 跟伊呢，没有 L 跟即个生想的即两个人，因两个拢听无台语，所以不要紧。对，不要紧。真笑死！我是感觉讲因兜虽然就有钱，敢讲我感觉毋知是毋是有钱的人的饭碗歹芳，所以因兜就无温暖的，所以才有足侪伊有足侪 drama 的，系啊。对，真正。伊个有一个代志，就是讲最后一工的时阵，阮去爬迄小女峰，一个开始的时阵，坐迄缆车去哩，毋过迄缆车的车票较贵。
所以阮阁有坐到等尔。阮到顶悬的时阵，我就问伊讲，你落山的时阵，你要用爬还是要坐缆车？我拢会使，毋过我是要用爬，因为我想讲，来瑞士啊，无爱爬山，还是要创啥？伊就讲好啊，无问题啊，阮爬落山的时阵就用行就好啊，免坐缆车省钱。结果真正要爬落山的时阵，伊就讲，我脚足疼，我脚头虎袂当行，讲伊要坐缆车。我就想讲，奇怪，你毋是头拄仔爬山的时阵，甲我讲好啊，拢无问题，我一定会当爬起哩，会当爬落来。我想讲，你是咧讲啥货？好啊，我就无想要插，因为我真实在感觉伊足烦诶。我就甲伊讲，你毋是讲要省钱，你即摆搁要坐缆车，我就无爱插。然后过了差不多2-3分钟了，伊就随对我行，伊就甲我讲，好啦，我甲你做伙爬落山好。我真正是最想要甲伊扒落，迄当时我就最想要登去运动啊！伊毋是迄抓足省诶，结果最后一工买一支瑞士诶表啊，对，水诶表啊，真诶。伊讲伊头几工拢讲伊足散诶，无钱，无爱食餐厅，袂爱坐轻车，最后一工讲迄买手表，毋知咧创啥好，就讲话足顶大诶啊，系啊。我阁有另外一个朋友哦，因兜嘛是有够好野，诶，就是迄大叔拄啊开诶时阵，王永庆去找红带去找因阿嬷，叫因阿嬷借钱互伊诶，因兜有够好野诶。伊是按进前咱做伙去欧洲佚佗哦。因囝嘛，因兜3个嘛，因翁仔某含因囝。结果呢，咱去出去食餐厅哦。伊拢是因大人一人点一项，因囝拢无，伊拢无点物件互因囝食哦。结果因囝拢食我诶，我想讲，我即摆是安那，我变伊诶客母啊，是安那？客母。迄囡仔我是真疼，毋过我足无介意人来食我诶物件，因为你甲我食一半去，我巴肚枵，我搁加点一半，安尼我嘛是会伤饱啊。你是安那无要点物件？起毛子诶问题呢？对，所以我抓后来就是大概迄餐厅物件俗来起来，我连面也迄番仔姜啊，迄胡椒咬我歹势，我物件是咸诶。我是想讲，你若是物件起来时，你就喷喙烂呢，讲快一点，加食无？我有讲呢，我讲歹势毋过这我有食过，我会喙烂。伊讲不要紧啊，囡仔人垃圾食垃圾大。我天啊！系啊，上大诶问题，毋是因囝食我诶物件，上大诶问题是伊脾气就大诶。伊不时就会，这差不多会当讲到后一项，就是伊有迄个被害诶，即个妄想症，伊就是会当然感觉别人要甲伊害啊，所以规段路拢是不时咧怨叹啊，不时咧 complain， 不时咧生气。你就感觉讲安尼算起来真正是足袂轻松诶安尼。伊是毋感觉说，有人要抢伊诶物件是安怎？嘛毋是呢，即部分我袂记起啦。毋过咱会当move on to那个撇开梦想症。讲到阮头拄仔讲诶迄个朋友吼，伊嘛是有淡薄即个镜头。对，足严重诶。足严重，就是阮去火车站等火车诶时阵，因为阮迄个车站足细，所以讲真正火车等足久拢还袂来。忽然间有一个火车经过，毋过无停过。阮迄个朋友就足生气诶，伊就开始怎么样骂迄台火车，毋知咧创啥。伊讲啥物迄班火车一定是看咱是亚洲人，所以讲伊无爱停。讲这是 racist。我是感觉伊头壳有空啦。我就甲伊讲，迄班火车可能是较大台的火车，所以讲伊的去的所在是较大的城市，所以无停这种较细的站。伊毋知是生气啥的，伊淡仔去噗噗咧，然后去淡仔骂差不多30分钟哦。天啊！真诶，迄当时我就足想要转去，我想讲，奇怪咧，机票会当改无？我足想要转去诶。对，我规拢无想要甲伊讲，我想讲甲伊讲话，但是想讲我想要对伊创啥物，我就加衰。笑死！
我卡咪上老尾一届出去佚佗嘛是，阮迄阵是去英国的南部佚佗一个城市，伊嘛是四界拢讲人有种族歧视的问题。我比如讲，咱头一工到的时阵，迄当阵已经是暗时啊，咱就在拖行李箱啊，要去找要住的所在。有当时你经过迄个公车站，毋是有人咧伫遐等车嘛？你就甲人讲歹势借过一个。有当时你咧行的时阵边仔伤大声，你人无听到，所以因都无动。伊就足生气啊！你讲遮的人真正拢是看我袂起诶，真正是种族歧视。就迄行李箱啊，就规个人的骹那个搞过呢。我想讲，你是有病哦！这怎么讲？有另外一个有生气无？我感觉迄个人可能嘛想讲，即个人是 racism， 迄是一个黑人，可能想讲，伊是毋是看我袂起？我去笑起啊！我那真好笑啊！系啊，足白痴诶。我就是迄届卡咪出去佚佗了，我就决定讲，即个朋友真正是爱保持一点距离。我嘛是安尼感觉。对，后来我嘛是想要去爬山，我找阮妹仔去嘛，毋过我看阮妹仔无迄个经验，拄着阮翁拄熟悉，我就找阮翁去。伊足生气，伊讲你是安那要找迄个无熟悉的查甫人，无要找我。我想讲，我甲你去，我也毋是头壳破一空啊。结果你敢知影我转来了，我看阮翁就做伙啊嘛。伊就足生气，伊甲我讲，你互困的，伊就会甲你放杀啊。系啊。我想讲 whatever。伊家己的故事嘛是对啊，伊家己的故事嘛是足好袂好无？系啊，对啊。毋过伊遐怎嘛，我拢袂记一啦呢，真可惜。伊毋是还有走去德国吗？佮写配合伊迄个前男友啊，对啦，对，你敢会记诶？我敢若知影遮，我感觉真正足好袂？你看我甲伊迄当阵打熟识，我就知影遮呀。伊迄阵有一个北欧的男朋友甲伊高甜足久诶，因对，有时分开，有时佫做伙，重点是英文的 F， 对，对啦，英文的 F， 就讲到遮，知影的朋友一定知影即个故事，因为即个故事就对，当讲几十年英文的 F， 即出演足久诶，嘿。伊佫为着即个 F 呢，为着即个 F 呢，失魂落魄，无法度做伊诶研究，无错。所以伊就甲伊诶教授讲，伊想要休学，因为伊前一档呢，伊无钱啊，伊想要申请奖学金，伊就甲因教授讲，听把生理失败，啥物我告诉讲要申请即个奖学金，因教授讲毋过迄当阵无名额。结果即届伊为着伊失恋，伊佫编一个借口，甲教授讲因为因阿母着癌，所以伊想要休学。结果教授就想讲，哎哟，夭寿哦！你若爸生理失败，你阿母佫着癌，结果教授今仔去甲装一个奖学金出来互伊。结果因阿母根本就我实在是袂晓吐槽。恁去斗根本身体足好诶，对。身体勇行走啦飞啊！对啊，就是共款即个时间，伊去帮别人因兜摒扫摕朋友诶钱，去食朋友诶中头，爱看演唱会。真正足好笑诶。这朋友是第一名啦，我是互伊第一。真正这第一名，对，这第一名。有另外一个较近代的 drama， 就是嘛是即个被害的梦想症的，就是拄则讲过即个伊后来搬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有一天有一个查甫的，嘛是拢是台湾人就对啊，伊嘛熟悉嘛知影，有一个查甫伊要汇钱互别人，无小心无注意呢，连续汇2届互即个伊，2届拢传，2届拢传毋对哦。头一届伊介上有幸伊，第二届呢，即个伊就袂爽啊，无要幸伊啊哦。因两个就冤甲规个安尼
哦，逐工蓝伫霞这个蓝 Facebook，霞的人拢知影，嘿对对对，真的，这真足精彩诶。嘿这都，Facebook 面顶精彩。写甲落长，讲对你是安那无要还我钱，啊，另外一个即个伊呢讲你啥物黑白传钱互我，安尼人可以叫是你洗钱，啥物我对对对，安尼我会足惊的呢，所以我无要还你钱。啊闹到我毋知闹到倒位去啊，我都感觉讲好啦，恁两个去算。嗯，迄出戏足歹看诶，好笑因为感觉迄弟兄够歹诶，什么回事？无爱钱够白痴，有够而白且你敢知迄偌济钱？才台票对啊8,000箍尔呢。我记得是100几箍吧，150。100几箍吧，我会记得是150磅的款。系啊，这就差不多看几千箍啊，对尔对对，无足济啊。笑诶。好，啊，即摆咱爱来刷到即个 drama queen 的部分啊。嘿， drama queen 嘿，先讲一个较底，就是你知影逐个来遮读册嘛，还是讲来遮做工课啊，就会交一寡男女朋友啊，对，啊有当时你会分手嘛，嘿，啊毋过我拄着一个分手分啊全万城台湾人拢知影的人。就是伊可能伊本人对感情更较重，所以伊分手的时阵呢，伊好足久的啊。伊看即个查甫本来准备要结婚啊，啊毋过呢，因咧结婚的前几礼拜册了呢，到遮就做抓嘛，真的。我跟想讲是啥啊？我感觉你讲到遮，我就拢知啊。对，因为全万城拢知啊，吼。重点是伊过去迄当，就是分手进前迄当，逐个月拢咧分手。啊，分到后来，我想讲真正爱切啊，真正爱切啊！啊，逐个月拢陪伊伫遐疗伤哦。到最后，伊甲我讲啊，咱准备要结婚，我想讲恁两个是头壳有空哦。啊，毋过无管迄因，迄是因的人生。你是毋做想要甲伊包落诶，然后讲你是咧甲恁做嘛装笑诶安尼？无，我甲你讲，有最后一届分手，就是即届真正分手是2018年的11月24号。啊，我就讲好，啊无咱出来行行诶。因为我等下甲你讲，因为迄天咱高雄变天啊。对啦，迄天下载呢，我就讲啊无咱出来行行诶。讲就痛苦。啊，我就载另外2个朋友看伊，啊，咱就4个人啊，塞车去利物浦佚佗。到遐了后咧，差不多中昼，我就开始开迄手机啊，开始看迄个选举诶结果。对，结果啊，佮伊下晡咱就坐一个 pub 内底，啊，伊就继续伫遐吼，讲好，啊，迄当时拢看到第一江信鸾结婚，迄狂投无同意啊，扁去，啊，过来韩国瑜对啊，扁去，我迄当时我已经用要哭出来，伊伫遐伊流，伊甲我觉得就袂爽，我就来屌我讲，你的国家都要无啊，你在哭啥色啊？有惊着无？可能有，我迄当时实在是无啥物礼貌，啊，毋过因为我嘛是足崩溃，因为你嘛是做想要好诶，你可能想讲，这世人是做啥物歹代志，开始使即种请啊赞。袂啦，我对伊真有好感嘛，安尼若讲伊就做代志就迄落，嘿，对，所以我真正是一直到伊咧分手即个时阵，我才发觉讲，夭寿即个人伊会私人的生活安尼，才毋知要怎形容，因为伊平常是真正是有够认真诶。伊可能是平常时做工课诶时阵就认真诶，所以讲伊诶生活当中就是较线性嘛，还是较重感情，嘛是有淡薄仔人是安即款诶啦。我是感觉其实后壁原因是较复杂啦。我想来讲伊 drama queen 的部分。伊当阵伊分手了后嘛，啊，我就甲伊讲，啊无你就搬出来，因为伊已经卡因迄个男朋友已经做伙住差不多1冬外，我就讲啊无你就搬来阮兜啊。啊毋过因为我
我伫外口住久啊，我拢会较注重讲交换啦，就是你来阮兜住，啊，毋过你爱有一寡付出，啊，你若无钱不要紧，你会当，比如讲，迄当阵阮兜咧装潢，我讲你会当牵阮做伙来油漆安尼。啊，想袂到呢，竟然互我逃过一个劫。所以呢，伊就因为爱做代志，所以伊就无来阮兜住哦。所以伊后来呢，伊就去另外一个德国的 A 朋友因兜住。啊，结果 A 朋友过一礼拜了后来找我讲，即个朋友伊敢有啥物问题啊？伊讲伊好甲伊本人含伊的朋友拢要崩溃安尼。就是。当伊讲不是咧好，拢安怎安慰拢无效，搁安那有一工因暗顿食了啊，因为即个黄昏手即个朋友拢无咧做厝内的代志嘛，住伫别人因兜嘛咧无咧斗3工的，所以即个 A 呢，伊就知影鼻仔蒙蒙的，碗盘收收的，摕去灶骹准备咧洗啊，洗出来看，伊人哪会无去啊？发现讲呢，伊倒伫涂骹啊，倒坏的啊，摸伊个碰伊个骹伫遐哭。想哪有人好安尼？伊讲伊是安那？伊讲因为我就想要抱一个物件了后呢，搁有一工呢，即个朋友 A 呢，伊就想要去困啦。困诶，奇怪，你知你房间内底若是有别个人出现的时阵，你会有感觉。就感觉这个感觉出现啊，是怪怪呢。咧越头一看，夭寿诶咧，加坐一个人呢。结果发现是这位朋友呢，这位施主呢，坐伫角啊，伫遐好，伫遐好，你讲我真正就伤心诶。毋过你知欧洲人就注重即个人含人之间的距离，所以感觉这实在是有个小可恐怖诶，而且是走入人的房间诶。对啊。后来你敢知？迄个查甫是阮翁的朋友，所以有一寡消息就传来阮翁遮，就有讲伊因为对方感觉讲即位施主拢食伊的、带伊的，无甲伊斗付水电费啦，无甲伊斗买物件啦，比如讲买菜啦，所以就感觉讲即位施主是毋是准备要寄生伫伊身躯安尼？所以才雄感觉讲真正袂当搁安尼落啊。迄当阵即位施主呢，就调直要搬出来嘛，是因为伊无想要出去洗厝。了后是安那伊分手的代志，大概拢会知影咧，因为伊就四界去住别人因兜。伊会问讲吼，比如讲有一个朋友是做 Airbnb， 伊讲不要紧啊，你来阮兜住几工啊？伊就问讲你是啥物时阵会伤钱？伊就讲你若住超过一礼拜，我就会开始伤钱。伊讲不要紧，安尼我住6工。这个好省诶。对，那另外一个朋友讲你若住超过2礼拜，我就甲你伤钱。伊就讲不要紧，安尼我住13工就好啊。13工。我知啊。对。伊嘛是甲这第一点的朋友嘛是淡薄仔小共吼，对啊。对。开别人的钱咧，欠家己的。真诶，而且拢对，就是你分手了后，拢会放袂落安尼呢。真正诶，对，真正因两个足成诶，对啊，逐摆写批啊，看相片啊，然后逐摆好啊。因为我头拄仔第一个朋友嘛是有当我面头前哭过。迄当时我就想要甲伊讲，你是煞无？伊是要好偌久？我感觉伤心会使毋过你就是爱去找资源来家己斗 self help， 你敢若好，我感觉无一定会当解决问题，是你可能要家己开始想讲，爱较有建设性诶，就是你爱去想讲我到底出啥物问题安尼。而且我是感觉一直泡足忝诶，因为你会忝，你会腹肚枵，爱甲啉足侪水诶，你目眶会红红诶，目睭会晶晶安尼。好，煞来呢，咱来讲一个道歉沙拉米的故事。这是一个啥物故事？失礼沙拉米，失礼的沙拉米。就是
好，这讲实咧讲，咱是要招出来录影。迄当阵呢，有车的人无济，阮兜有一台，阮就需要去找第二台，因为迄当阵有差不多8、9个人要做伙去录影，就需要2台车。拄有要去参加的一个朋友呢，咱就先叫伊朋友 B 好啊。敢会收音嘿？伊听过就知影吧？收音听着到现在以为就知影是伊啊。我感觉伊个袂感觉这系啊，我感觉伊这袂安啦。对，你是讲伊会听吗？伊会听这节目吗？有当时啊吧，我毋知。应该有当时有，好不要紧啦，咱来讲嘛，系列啥啊？对，我呢先甲这个朋友比系列一个，甲伊故事摕出来讲。你后摆来万城，我送你一批啊沙拉米。讲到这个系列沙拉米吼，咱讲到对起，后头这个朋友 B 呢，伊拄好因当阵的男朋友有嘛有一台车，伊就甲因男朋友讲，咱做伙来去录影。因男朋友就嘛讲好啊，无问题啊，吼，伊就足欢喜的。煞来呢，是毋是要录影前3工，甲伊的车内底迄有个一寡塑胶的部分，甲拆落来伫遐油擦啊，对，够白痴的，对，逐摆油擦，都弄歪，这毋知影创啥货，对。后来咱就开始录影，第2工呢，伊毋知影是安那，伊就开始起配面啊，伊就一直讲是安那，因为咱第2工就开始咧讨论讲当时要转来万城，伊就一直讲咱敢袂当。中昼就转去，我讲毋过咱物件差不多收了就中昼啊，你遐早转去边仔佫有一寡即个小din就古锥会当去看一个啊，啥物会会顶呢，因2个就伫遐冤家，我嘛要甲插啊，后来我这小可袂记真啊呢，是毋是到某一站的时阵？对，就是下晡差不多1点外嘛，伊就无去啊，人都无去，规人拢无去啊，全部人拢等遐找伊，找差不多2、3点钟的感觉。对，结果呢，煞来就毋知是伊还是我。恁后就做生气。嘿，阮后就做生气，想讲这是要创啥？就开始拍暗算哦，讲也是讲我先载一抓。送人去坐火车，佮再转来载第2撮。毋过咱物件足济，因为录影嘛，你也有帐篷啊，你也有即困地啊，啥物货物件足济啊。就一直咧拍算讲到底是要安怎转去厝诶。过无结果2、3点钟了后，伊就敲电话来，结果呢，伊讲伊伫山内找无路转来啊。我看阮人，对，伊讲伊啥物伊伫山内，手机袂通，袂当敲电话呢，对，全部人拢甲伊吹，毋知伊创啥。对，就去甲载，落尾才知影呢。对，伊是安那要赶要转来万城呢，因为伊迄当阵呢有咧伫厝里做药啊，伊迄工呢讲好要送货，毋过伊无甲阮讲，伊要送，对，嘛无甲对方讲，对，是啥物药啊呢？大家就家己想，就亲像哈利波特迄种药啊。对，就是差不多安尼啦。咱的故事讲到这呢。后来我就驶车去甲救嘛，救转来了呢，伊就皮蒙蒙的，车驶就甲大家载转来万城，甲大家载转来万城了呢，到因兜的时阵呢，落车伊就摕2克迄个沙拉米，就是意大利的烟钱，互我含阮翁讲。就是你甲我救这2克真实的，对，伊讲今日真实的啦，互恁甲全部人拢找我一个安尼，这个烟钱互恁家己翁系列沙拉米，这就是这个故事。对，你会记伊，因为你毋是坐伊的车，我是坐伊的车，夭寿你知迄油门真正吹啊真崩咧，平常时你也是为迄个山。开转去万城差不多2点钟嘛，伊写1点半才就到啊！夭寿真正是咧拍电影咧，我真正要往死。伊伫遐头文字 D 就恐怖，而且伊迄台车也毋是啥物好车，感觉对啊，伊迄台车一直咧禁烟咧，足恐怖诶！
我迄当时做想要敲电话，互阮妈讲，妈，我的保险保偌济钱啊？甲阮妈讲，我人生可能最后10分钟敲电话互你安尼，互我保险开诶，真正是恐怖诶，即个男事，主角的对，故这就是事真正足济。足济足济，还有一个红来行马行的伫遐吼，主要是迄个场所，就是逐个行马就欢乐诶，伊个伫遐吼，遐传酒互逐个啉结果呢，伫迄个当场呢，互因女朋友发现讲呢，伊无伫诶时阵有带别个查某囡仔去因房间。对，伊个讲，对，无啦，伊是因为伊诶手机爱充电啦，伊是来我诶房间充电诶啦，都毋知插头是插伫倒位。所以因女朋友就生气所以伊就伫遐哭讲 ，Baby I really love you。这叫做对。不过咱若知影因女朋友迄当阵到底是去倒，咱就更加如何笑啊！对。我天啊！我厝够深。对啊。伊在故事真正够好笑的，我天啊！真正是感谢即个比朋友的牺牲，互阮有遮真的笑亏会通笑，这是故事的。即马拢无啊，即马比嘛是咱的好朋友啦，毋过即马较无遮请集出现啊，对啊，足可惜。你要讲雷包成友的故事无？其实这是我一开始到台北做工课的时阵，差不多是2018年嘛，差不多还是我迄当时我就找一个我自细汉时使几十档的朋友做伙住，阮伫咧新北市遐睡厝，迄间厝吼，就是离我迄当时的公司足近诶，伊的装潢足水的，佮足清气的，所以讲我足合意。毋过伊的价钱吼较悬一丝，所以我甲阮朋友参详讲吼，是决定先睡厝了后，阮佮找别人来做伙分迄租金。毋过我迄个朋友吼，伊工课较无稳定啦，所以讲伊的钱较无趁遐济，所以伊甲我讲，伊其实无想要开足济钱伫睡厝底下代志顶管。阮就想讲好啊，无阮就先睡迄间厝啊。结果1-2个月过去阮都无找着这第三个人，阮就想讲，我死也要安怎？伊伫咧缴迄厝税钱都悬诶。阮朋友就开始逐下足紧张诶，因为可能伊迄厝税钱对伊来讲真正足贵。我是感觉还差不多啦，袂讲足贵诶，毋过嘛是想讲好啊，紧找一个人来做伙住嘛，较闹热啦。结果阮迄个朋友伊就通转去高雄诶时阵，就一个拜六伊就找一个网络顶管熟识诶查甫，因为迄个查甫甲伊讲伊想要睡厝，伊讲好啊，无你来阮看咧。阮转来我差不多礼拜下暗转来时阵，我迄个朋友就甲我讲，迄个查甫足奇怪诶，其实是因妈妈从看厝，迄个查甫差不多40外岁，看起来就是怪，就是无啥甲人讲话动作伊诶行为足奇怪。伊讲伊诶头路是咧网络顶悬卖物件，所以伊拢免出门做工课。安尼阮朋友就讲好啊，无你就先来住。我是感觉讲好啊，阮朋友讲好就好啊。我想讲我嘛无啥物意见安尼，我想讲3个人阮2个查某应该是伊袂啥危险，因为迄个查某看起来怪，毋过就是怪安尼。一刚开始的时阵，大家拢住好结果一个礼拜后一个拜六下暗，我就听到讲伊的房间有咧对迄壁倒声音，我就想讲奇怪，这足恐怖。我就去阮房，迄个下暗我就去阮朋友房间住，阮就隔天讲的透早，阮就敲电话互警察，后来警察来调后，阮才知影讲迄个查甫有前科，哇！而且伊做成有伫咧房间食药的感觉。因为我有闻到迄个味，就是塑胶味，伊咧烧迄塑胶味。哇！迄当时真正足恐怖诶。所以阮就想讲无请伊退租好啊，因为其实迄间厝是阮当初是睡厝诶时阵，迄厝主甲阮讲，就是互阮2个查某住好啊，莫阁找别人来。
所以阮其实无甲厝主讲，其实阮想要找别人来做伙住，所以讲厝主知影即个代志了后，伊嘛是足烦恼的，因为伊是一个足疼伊的旧厝的人啊。其实伊住楼骹啦，迄顶悬迄公寓是伊的旧厝。对，阮就想讲，甲即个代志甲厝主讲，请伊退租安尼。结果迄个查某无愿意。阮想讲这代志大条啊，阮就请警察来开赶走。毋过伊就无爱走，伊讲你合约是安尼签互我就是爱住一趟。迄当时我就为了这代志，定定去找迄法度的中心问讲，要安怎甲伊即种无愿意退租的人开赶走安尼。差不多前后3个月，开了3个月的时间，才将即个代志敲好势。我是想讲，即摆就开始足喊过，毋过迄当时真正是足恐怖。那开始恐怖，因为迄规礼拜我拢困无好。后来我就甲迄个朋友无做伙住，因为想讲伊就可能想讲伊就家己住较俗厝就好啊。有虽然讲我是熟足久啦，毋过我当下嘛是会感觉讲，有一寡人你也是甲伊做朋友就好啊，你也是甲伊做室友，你是感觉就像甲你熟悉迄个朋友。真的，对啊，对，这就是我最厝内底上恐怖的一个代志。煞来嘛是有拄着一寡地包啦，毋过无真正代志上恐怖。对，好。咱今日呢讲这物件出来，互大家笑笑的。若是有雷同的所在吼，请大家毋通即个对号入座。当然吼，我是相信讲，经过这几年啊，这的朋友应该堪咱当做伙成长啊，所以拢做伙大汉啊，所以已经呢，拢毋是当时的家己啊，所以吼，你若是有听到，感觉这感觉就像我的故事，莫见怪，对，莫见怪，来找李长啉一杯啊，明仔载阁是马起，无问题，我点无想你。我最后要讲一句话，往来会记消音哦，一定爱消音。咱今仔日做欢喜，邀请着菜头过来，甲咱分享遮济青仔粽的代志。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会。情况过一阵青菜水果青，来对落水客参农民行同齐，拢来坐，烧酒来方便。落水客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叫我情况过一阵青菜水果青。